作為一個攝影師，影人就好似食飯咁平常。有時候我會捕捉到好多唔同嘅笑容，我會諗佢哋咁樣係咪真係代表佢哋好幸福呢？究竟乜嘢係幸福？或者嗰個由以前到而家都一直夢想住跑得更快嘅肥仔會知道。喂！傻啦，冇嘢喎，啱啱開始啫嘛。衰仔醜態盡現啦 ，Facebook 見啦。其實都幾奇怪，佢明明係咁樣嘅身形，但係就參加跑步。不過睇返佢練習傻下傻下個樣，或者影佢可以成為一輯幾得意嘅相嘅。自此之後，佢每一次練習，我都會去影相。我細個已經夢想做攝影師，但係越大個，我越發現呢條路唔好行，甚至開始想放棄。但係我影完肥仔嗰輯相，我決定拎佢去參加藝術展。老師就叫我好好諗下個名，我諗如果叫幸福嘅話，應該會係最合適嘅。Is go to Toby Fong. Congratulations. 幸福係乜嘢？或者根本冇一個標準嘅答案。
我而家作為攝影師，實現咗自己嘅夢想，已經覺得係幸福啦。或者好似嗰個肥仔咁，一直努力去追逐自己嘅夢想，都已經係幸福。